可能大家以為唔小心撞親個頭，又或者係平日做下運動、踢下波、頂頭錘、搶下波，同人身體有碰撞，都係好少嘅事。不過咧，有啲影響喺幾年後先至慢慢咁浮出嚟，仲有機會出現腦部慢性創傷，真係咁嚴重？今集同大家講下。大家好，歡迎收睇 Mind Talk。我哋平時講嘅腦退化或者認知障礙，多數大家可能諗起係一啲年紀大嘅長者先會出現。但係咧，如果同大家講啦，有啲嘅腦退化咧嘅情況，可能係好早年前已經開始，而且咧我哋一直都未發覺，或者咧同一啲嘅運動有關，唔知咧大家會唔會及早去注意呢？今次呢個研究咧由都柏林聖三一大學同埋愛爾蘭未來神經研究中心嘅研究團隊發現，部分曾經參與高撞擊運動嘅退役運動員，佢哋嘅血腦屏障出現滲漏情況，而呢一種嘅現象可能同長期腦部損傷有關，甚至可能係令佢哋退役之後出現腦退化問題嘅重要原因之一。呢份嘅報告喺今年3月刊登咗喺醫學期刊《科學轉化醫學》。研究就指出反覆咁撞擊頭部唔單止會令運動員當時出現腦震盪，而長遠而言亦都會可能慢慢咁破壞佢嘅血腦屏障，令到佢腦部慢慢咁受損。今次研究總共係分析咗47名已經退役嘅運動員，咁當中包括一啲仍然在生嘅參加者，同埋部分死後腦組織嘅資料。咁呢批嘅退役運動員過去主要係參與一啲需要大量肢體碰撞或者係頭部碰撞嘅運動，而佢哋嘅平均已經係退役咗大約12年㗎喇。研究團隊利用先進嘅磁力共振進行掃描檢查仍然在生嘅參加者，再結合部分已經去世嘅運動員，佢哋嘅死後腦組織資料去分析血腦屏障同埋腦部嘅病理變化。結果發現即使已經係退休多年嘅部分嘅欖球或者係拳擊手嘅等等嘅運動員，佢哋嘅血腦屏障仍然持續出現滲漏嘅情況。究竟咩叫做血腦屏障呢？佢就類似一個大腦嘅保護系統，負責阻擋有害物質進入大腦，好似係一個大腦嘅把關者一樣。喺正常嘅情況下佢會嚴格控制邊啲物質可以由血液進入腦部，保護神經細胞免受傷害。不過如果血腦屏障因為長期受到撞擊而受損，屏障就會出現漏洞㗎啦，令到發炎嘅相關蛋白同埋其他有害嘅物質更加容易滲入腦部，繼而引發連鎖性嘅損傷。包括係同呢個嘅阿茲海默同埋其他認知障礙症相關異常 tau 蛋白沉積。一般人可能會以為運動員嘅職業生涯裏面受過撞擊只可能係嗰一下嘅事，如果冇即時出現腦震盪，咁就以為係冇問題㗎啦。但係呢份研究報告就話俾我哋聽，即使退役多年，部分運動員嘅血腦屏障仍然係可以持續滲漏，而且滲漏嘅情況越嚴重佢哋喺記憶同埋執行功能上嘅測驗嘅表現通常都越差。退役運動員出現 CTE， 即係慢性創傷性腦病變嘅相關問題，最常見出現喺美式足球、欖球、足球、拳擊同埋搏擊呢類長期承受頭部撞擊嘅運動。呢啲嘅運動嘅撞擊未必係每次都會造成明顯嘅腦震盪，但係長期累積落嚟就可能會慢慢咁損害腦細胞，破壞神經連結，同埋會引發慢性發炎，同埋蛋白質會異常堆積，最後令大腦功能逐漸退化。好似係拳王阿里晚年出現咗嚴重嘅神經退化同埋帕金遜症狀。有一次MMA 運動員Spencer Fisher 喺退役後佢就曾經提過自己嘅記憶力下降，亦都有抑鬱，同埋冇辦法咁樣正常工作。研究團隊提到未來會進一步喺女子體育同埋業餘體育範疇擴大研究。不過今次嘅研究喺現階段仍然未有一種已經被證實可以專門治療呢類運動員血腦屏障滲漏嘅標準藥物。未來仲有待研究同埋繼續探索。
呢個報告咧提醒咗我哋咧，腦部嘅健康啦，唔單止同年紀有關，生活方式咧同埋過去經歷都好重要。咁咧及早了解自己嘅腦部啦，喺做運動嘅時候或者平日生活上啦，好好保護嘅頭部，咁先至係咧保護認知功能嘅第一步。嗱，我自己咧因為 ADHD 咧，就成日都唔留神嘅，會撞到啲牆啦，同埋啲門，又或者咧喺台底執嘢嘅時候，喺起身嗰下咧就會撞到個台底噶啦。嗱，唔知大家咧會唔會好似呢個情況咧？嗱，你哋咧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嗱，不如啦，我哋一齊傾下，可唔可以講下俾我聽咧？點樣去避免咧？嗱，歡迎大家咧可以留言俾我，咁一齊諗下點樣好好保護個頭部。咁咧，我會盡量覆大家嘅。咁啊，今集時間差唔多啦，歡迎咧大家可以撳 like、comment 同 share，可以 subscribe 我哋 Let's Talk ADHD 嘅 YouTube channel，同埋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IG 同埋 Threads。我哋今集時間差唔多，我哋下次再見。